启示录第17章，遐个摕7块碗的7个天使的一个来甲我讲话，讲：来，我要互你看坐伫河流顶，迄个大阴符所着受的审判。地上的君王捌甲伊行淫，地上的居民嘛捌啉伊淫乱的酒，啉到酒醉。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去旷野。我有看见一个妇人人坐伫一只朱红色，佮充满褻渎的名号的兽顶面。这只兽有7个头，10支角。这个妇人人穿紫色佮朱红色的衫，用金、宝石佮珍珠装它，手提金杯，堆满可恶的物，佮淫乱的污秽。伊的头遐有写一个名，有阮捌的意思，就是大巴比伦，地上淫妇甲可恶的物的老母。我看见迄个妇人人啉信徒的血，甲为着耶稣做见证的顺道者的血，啉到醉。我看到伊的时，大着惊，天使就甲我讲：是安怎着惊？我要将这个妇人人甲伊所骑迄只有7个头、10支角的兽的秘密，甲你讲。你所看到迄只兽，早有现在无，特别搁对深淹起来，最后灭亡。地上的居民，伊的名对创世以来无记伫活命册的，看到迄只兽，会着惊奇怪，因为迄只兽早有，现在无，后来会搁出现。这个代志就用智慧来理解。迄7个头就是妇人人所坐的7座山，因嘛是7个王，其中5个已经倒落去，一个还伫地，另外一个还未来。若来，伊一定暂时留伫那定。早有，现在无。迄只兽就是第8个王，是7个王的中间的一个，因嘛会灭亡。你所看到的10支角，就是迄10个也毋捌统治的王，毋过因为得到权做王，甲兽做伙统治一点真久。这10个王同意将因的能力甲权柄交予迄只兽，因要甲羊羔交战。毋过羊羔袂太赢这个王，因为伊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甲伊做伙遐受呼召、受竞选、忠实的人，嘛会得胜。天使佮甲我讲：你所看到迄个淫妇坐地的河流，就是逐个民族、逐个军种、逐个邦国，甲逐款语言的人。你所看到迄10支角，甲迄只兽，会怨恨迄个淫妇，嘛会互伊无依我，赤身裸体，因为吞食伊的肉，搁用火甲伊烧灭。因为上帝将执行伊的旨意的意念下伫迄10个王的心，互因动心将因的国交予迄只兽，直到上帝话应验。你所看到迄个妇人人，就是得掌管地上遐个君王迄座大城。